工程公司面對好多 WhatsApp 上面海量式嘅圖片，係啲師傅啊每一日喺唔同嘅地盤裏面 send 上嚟嘅時候，呢個都係你哋面對嘅痛點。咁而家有一個 WhatsApp 嘅方式咧，可以幫你哋咧好簡單打埋啲 keywords， 更改埋啲 file name， 就可以直接咧開埋一啲 task 啦，擺埋 before after 相，做一啲嘅驗收報告表嘅，甚至可以開埋 invoice 俾你哋嘅客戶。除此之外咧，仲可以配合埋咧唔同嘅同事去覆翻同一個嘅 WhatsApp 嘅群組，有埋個 AI agent 喺面幫手做開單啊、報價等等嘅嘢。啲師傅咧又有唔同嘅新嘅信息會 send 俾你啦。咁正常咧，你撳入去之後咧，你又要將啲工程圖咧又要下載翻入部電話度啦，又要 forward 或者俾邊個同事啊等等嘅嘢。唔需要做任何嘅情況下咧，所有唔同嘅相同圖都會喺我哋嘅後台裡面自動出咗嚟嘅。而家有一個好方便嘅功能咧，就係話係有個任務嘅位置咧，我哋已經做咗一個嘅所有嘅圖片嘅庫咧，自動咧已經幫你擺晒落去呢個嘅位置裏面啦。Processing after， 咁你可以自己撳咧，就已經係可以幫你切換。咁如果你綁咗 project 嘅話咧，佢幫你已經直接食咗落個 item 裏面㗎啦。咁呢啲 file 名咧可以隨時自由去更改。咁剔咗有啲咩可以做咧？咁樣6張相，我直接跳過去新嘅 task 裏面，擺翻落去唔同嘅 project 裏面，放翻一個咧驗收報告表落去，直接已經食咗落個 system 裏面，甚至可以 send 埋個 WhatsApp 通知翻個客人已經安裝完成，做咗相關嘅嘢。咁例如我而家出翻個 task 啦，做咗啲乜嘢啦，咁我已經可以保存成功。咁呢度咧有啲今日未做嘅嘢，原來仲係得2張單未做嘅啫。咁已經做咗嘅嘢咧，就會擺晒喺一個表裏面，好清楚咗俾你睇。咁後面仲有幾個唔同嘅功能嘅，就係話未做嘅嘢啦，進行中嘅嘢啦，已經完成咗或者關閉咗嘅嘢，都可以喺度隨意地睇到。咁我哋仲有個任務表啦，啱啱做咗一個任務啦，就會放咗一啲唔同嘅相落去啦。咁我哋仲有個 PDF 嘅格式嘅 project 名啦、地址內容啦、時間啦、相關嘅嘢咧，好方便你咧 send 到俾你個客嘅。呢度咧有啲唔同嘅狀態啦，可以直接撳開單，咁你就可以開報價又得，開發票又得，開合約又得。咁例如可能咩日子啊，唔同嘅報價嘅 item 啊，寫翻相關嘅資料咧，直接就呢度開埋單，成張單咧已經過咗去合約嘅部分啦，直接就已經可以做到一張合同啦，或者一張嘅 invoice， 而寫嘅 item 內容咧就已經擺埋落去，聲明啊或者啲附件咧擺埋落張合約裏面都可以嘅。咁呢度咧，我哋就有一個嘅通訊嘅界面啦，有唔同嘅內容功能，你可以用翻 ERP 裏面本身現有嘅嘢。咁甚至我哋側邊咧會有一啲嘅資料啦，關於呢個群組係對應邊一個客戶、邊一個嘅 project、邊一張 invoice 都可以喺度 store 低翻。store 咗之後咧，所有嘅信息連埋圖咧就會跟翻呢啲嘅 item 咧去對應翻落去。咁除此之外咧，我哋仲可以設定一啲內部嘅 AI 嘅指令啦。你可能揀呢一個嘅群組專係有啲任務圖咧，啲師傅 upload 上去會自動 fill 入去。呢度咧，我哋仲有一個應收帳啦，或者應付帳。咁你哋經常會面對就係收錢嘅部分。我哋咧有一個自動會通過 WhatsApp 去 send 一啲嘅對帳單俾你嘅客戶嘅。咁你可以咧自由去設定翻幾時去自動發送，每個月嘅幾號 email 或者 WhatsApp send 俾你嘅客戶嘅。咁呢度有個 tick 呢個掣嘅，如果有 tick 嘅客戶先需要 send。咁佢 send 嘅內容嘅格式咧就會係根據呢個嘅 PDF 啦，你所內置設定咗嘅一啲嘅對帳單嘅格式，個 item 仲爭幾多錢，邊張單未俾二找嘅，完完整整咁樣定期去 send 翻俾你嘅客戶，方便你一啲嘅工程嘅內容咧可以隨時通知你嘅客戶嘅。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， 開埋個叮叮鐘仔就可以第一時間收睇我哋嘅新片啦。